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会晤多位维吾尔人士后，再次严厉批评中国政府虐待穆斯林人的行径为善而可耻。蓬佩奥国务卿3月26日在美国国务院办公大楼会见了曾被关押在东突厥斯坦在教育营的维吾尔妇女米纳托尔逊以及其他家人也被监禁在教育营的3位维吾尔人古利加赫热、费尔卡提埃尔法提。国务院副发言人罗伯特·帕拉迪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这些人的家人和其他被任意拘留在难民营中的人。中国驻安卡拉大使邓丽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对土耳其的投资将增加2倍，达到60亿美元。邓丽还表示，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公司的土耳其基础设施投资大幅增加。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发生一起爆炸袭警案，有2名警务人员和1名民众受轻伤，引爆的嫌犯当场死亡。有1名民众在该厅1楼引爆自制的黑火药爆炸物，导致2名警察和1名民众受轻伤，引爆者当场死亡。据报道，中国政府试图将这件事件保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他们就与吉尔吉斯斯坦加强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达成协议。普京在正式访问的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与该国总统切尔别克夫在总统府的国宾馆举行了会谈。在双边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东道国总统切尔别克夫表示说，俄罗斯是一个亲密可靠的盟友，也是一个重要的长期战略伙伴。委内瑞拉的省议长阿莫洛索表示，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将因与外国政府联手伤害委内瑞拉人民，所以在未来15年内禁止瓜伊多成为任何选举的候选人。他说，瓜伊多执行了一些不符合他职位的权利。